欢迎收听2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书亚记的22章。约书亚记的22章，而我们今天要来祷告，要来 RPG 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3节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吕遍又称流便，迦得、东马拿西支派的人，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们竟然在要过河回乡之前，筑了一座坛在约旦河西。难道他们忘记曾经发生这个被诱导，然后以至于敬拜别神，导致全以色列人经历瘟疫的事件吗？还是他们忘记了才刚发生没有多久，这个谢拉的子孙亚干因着他偷了上帝的当灭之物，所以导致他们的战争失败，影响全以色列人不得上帝喜悦，招致灾祸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如同我们要祷告的经文所说的，保罗他形容他是为主被囚，意思就是他是为了主的缘故，好像有许多的限制，而这个限制就是被蒙召之后他行事为人就要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。他所做的事情呢，是要竭力的来保守这个信仰的群体在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中，而表现在品格上是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再回到约书亚记，更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信仰群体那当中的挣扎跟张力，可能接下来就要出现了。吕遍、迦得、东马拿西支派的人，在他们分配好土地，都得着了约旦河西的迦南地后，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在那个要回去的时候，约书亚还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家乡原来就有住着一些家人，就是没有出来打仗的，而他们是这些出来打仗有能力的，甚至得了不少的财货的人。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约书亚劝他们要继续的敬拜上帝，爱上帝，但也要爱人。他们可以将他们所得的这些财物财货可以来跟他们分享。然而在这个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他们竟然筑了一个祭坛在那个地方。当他们筑了祭坛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不是在这个大家公认要在的地方，这个示罗会幕前去敬拜上帝，而在别的地方，马上会让他们联想到，是不是他们要敬拜别的神？是不是他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？于是以色列人呢，就派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，因为他是过去在这个巴利皮尔的事件上有功的人，更是表达一种忌邪，所以他就被派成为一个代表，将这个约旦河西岸定居的这个每一个支族的族长就找来，然后带他们去见这个吕遍、迦得和东马拿西的人民，就代表上帝在他们的面前在问他们，而且在问的过程当中是已经觉得他们竟然在这个地方要筑祭坛，要背叛上帝，不再跟从他，怎么才没回去就已经变成这样，并且向他们提到说，忘记了吗？巴利皮尔的事件，忘记了吗？亚干爱城的事件。
我们不可以惹动上帝的怒气啊。牵一发是动全身啊。这2个半支派的人，万一他们不是跟随上帝，万一他们得罪上帝，不只是他们自己遭殃啊，是整个群体都会遭殃啊。在这里，吕便、迦得和东马拿西支派的人，他们就回答了在这个约旦河西这些族长们、这些支派的大佬们的问题。他们一回答就先赞美颂赞上帝，说上帝是大能者，他是上帝，他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做，我们也要你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背叛上帝的话，我们就让你们置于死地吧。我们不会自己去造这个祭坛的，因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。我们害怕将来你们的子孙会对我们的子孙说，你们跟这个以色列的上帝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以约旦河作为我们跟你们吕便家的人之间的界限，你们跟上帝没关系。原来啊，约旦河东啊，这2个半支派的人，他们害怕因为这个敬拜上帝的会幕在约旦河西的示罗，而约旦河东好像就是一种界限哦，好像把他们摒除在外。他们怕这代的他们仍然能够去那里献祭，然而他们的子孙却跟未来的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个会幕，还有这些约旦河西的子孙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祭坛。而这个祭坛呢，不是要拿来献祭用的，而是要在这个以色列各支派当中作为证据用的。作为证据，是他们是要去敬拜上帝的，他们想要敬拜上帝的，他们是属上帝的，他们是整个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其中一份子，所以他们透过这个建造的祭坛作为一个证据。哇，大家听完之后都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这样。在22章的后面呢，就说到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对他们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你们并没有背叛他们你们并没有背叛他，因此你们救了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不致受上帝的惩罚。于是呢，非尼哈和这些首领们就离开了基列地回到他们的约旦河西岸，向着以色列人民报告。哇，他们就在这里都松了一口气。然后来到了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说，这座祭坛向我们大家作证，证明上主是上帝。证明上主是上帝，意思就是证明呢，透过这个，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未来仍然能够到约旦河西，在那里献祭。所以这座坛呢有说法说这个坛就叫做证坛，作证的那个证。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看见信仰前辈们他们对于现在及未来的眼光。居住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会有许多的不方便。当他们要来到上帝面前，特别是对这时候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们，这2个半支派的人，或许对马拿西还好因为约旦河西有半个马拿西支派，但是对吕便跟迦得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他们的子孙未来不知道还能不能认识。然而他们就在这个时候，就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为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们在敬拜上能够寻求合一，彼此作证，一起要继续的来敬拜上帝。合一谈何容易？然而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约旦河东的这些信仰前辈，透过这个祭坛，要让大家有合一的机会，
有解释的机会，有作证的机会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面对信仰群体的和睦和传承，给我们一个思考的空间。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，许多的去中心化，让我们仿佛失了准，失了中心。然而去中心化更是表达了有一位真实的中心。这个中心不只是自我中心，更重要的是以上帝为中心。主以上帝为中心，让我们能够彼此来联合，彼此来连结，如同今天祷告的经文说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看见，要继续的来营造，要继续的来建造教会能够合一的空间跟方式，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、职场，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，也有这样的看见。求主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合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的话语带给你生命中在关系上、在工作上、在自我上的合一，而且是与上帝来合一。我是世界牧师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